新时代的艺术青年要踊跃投身到更为蓬勃的创新创业热潮中，为谱写健康、现代、幸福生活的新篇章，贡献青春的智慧与力量。青年创业工作，提升青年创业能力。参赛者都是一颗闪耀的创业之心，带着独特的创意与无畏的勇气来到这里。Les Nangola Casus着重考察项目创新性。